主后2023年11月初8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帝伫天顶点点滴看。圣经咱做来听读以赛亚书18章第10到第7节。伫古实的河迄边有一块地，伫遐有听到真济石在劈的声。遐有真济使者坐芦苇做的船对尼罗河落来。恁这行动敏捷的使者就去一个身材悬大、皮肤光骨的民族遐，一个向各军的人拢敬畏的国家，一个强大爱吞达人的国家，因的土地互河流分开。恁这住伫世间，地上所有的居民啊，大旗伫山顶采起来的时，就看；分扫甲盆的时，就听。上主对我讲：我要对我徛起的所在点点观看，亲像日光的炎热，亲像收割的时露水蒸发的云雾。葡萄还未收成以前，火射要结做葡萄的时，上主会用镰刀将幼枝割断，将暗暗的葡萄藤剪削角。因未受气杀，迄伫山顶的鹰鸟，等候地上的野兽，伫夏天互鹰鸟做兽，伫冬天互野兽歇困。迄时有一个国家，土地互河流分开，伊的人民身材悬大，皮肤光骨，吞达人互远各军的人拢敬畏。因会来到锡安山敬拜上主，献礼物互上主万军的统帅。上帝伫天顶点点看咱。以赛亚书18章这段经文的背景是：古实派使者秘密访问耶路撒冷，想要建立反叛亚述帝国的联盟。迄时阵，古实的新王沙巴古拄呾上任，想要趁着国力拄强盛的时，一统尼罗河流域，甲势力对尼罗河向上延伸到埃及。后来，沙巴古个人一统埃及，建立埃及第25王朝。经文所描述古实的使者来到的时，拄好是犹大面临列强压境，差不多拢无反击能力之际。若是这位古实新王确实有能力，安尼看来，好亲像古实是犹大通倚靠的对象。毋过，先知以赛亚传达上帝的话，劝告犹大人民爱信靠上主，耐心听候。上帝透过先知指出，伊拄安静地对天顶的基础观看，等待时机出手，介入人间的政局。上帝掌握时机，就亲像伫收成季节的露水和夏天照耀的日光，伊掌握每一个细节。一旦时机成熟，就通看见上帝出手，就亲像农夫从事农务的时事，遐尼自然。先开花了后结果子，就通等收成。时间伫上帝手里，时间一个到，上帝就会出手。所以，不论古实外表安怎强大有力可畏，因落尾会将礼物献予耶路撒冷的上帝。
当犹太人民将眼光放伫境外，先知以赛亚照古实的例，代表世间万国拢会来投诚的预言，带出应允不在境外其他万国的手中，是伫境内上帝的手中。上帝秘密安静伫观看世界，安尼的安静，相对伫世界的吵闹，人家己掠做是秘密的行动，拢传出述说的声响。毋过，这个拢是无路用的。上帝虽然安静，却毋是毫无作为。安静是因为上帝掌管一切，伊拄准备伫时机成熟的时，成就超越一切的旨意。上帝照着伊的时间行动，这时间是根据伊的旨意所成就最佳时机。上帝伫安静中行事，上帝伫安静中施行伊的救赎甲创造。因为安尼，咱爱伫上帝时间等待，毋简单等待，搁较着存着盼望来等待，等待上帝的时间，等待上帝的行动。圣经学者庄恩·奥斯瓦讲，就算咱必须搁再等待一日，才会当看见伊伫大大的荣耀中坐底做王。毋过今仔日，咱犹原会当满有信心和安息活踮即个世界，因为咱相信至高无上的上帝，伊拥有一切，伊总是伫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代志。也因着上帝的安静，咱搁较需要专心找求伊。这位安静的上帝，允准咱伫安静中看到伊、听见伊、找到伊。就算安静，上帝总是留着线索，互专心找伊的人。默想，最近我有找到上帝伫我生命中所留落任何线索无？最近我有找到上帝伫我生命中所留落的任何线索无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，愿意互阮亲近你，搁伫阮的生命周围留落真侪线索，互阮来亲近你、明白你。感谢你用慈爱吸引我，互我乐意找求你，求你开启我的心甲目，互我经历你的同在，看见你的作为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